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邊咧，民生嘅需要咧，一齊去守望。咁根據最近《法治日報》有一篇嘅新聞報導咁講，佢話近日咧，湖北發生咗一件令人好難過嘅兒童意外啊！10歲嘅女孩佢生日啦，收到一套標注真煮真吃嘅仿真迷你廚房玩具，咁啊同兩個弟弟按照產品嘅說明進行體驗嘅時候呢，嗰個火勢失控並且蔓延，導致咗3個小朋友都受到唔同程度嘅燒傷。唔少嘅商家極力推薦購買，但係鮮有提及背後存在嘅風險同埋隱患嘅。咁業內人士就話呢，危險兒童玩具盛行，既同不良商家追逐利益有關，又離唔開相對薄弱嘅監管處罰力度。建議及時要制定更新玩具模型諸如此類呢啲嘅技術標準啊，甚至要加大溯源同埋處罰力度，增加違法嘅成本。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啊！求主你醫治喺事件中受傷嘅兒童，讓佢哋可以早日康復，亦都願意有關嘅部門能夠加強對兒童玩具嘅安全檢查，對售賣渠道更加係作出一啲嘅監察，及早咧將有問題嘅玩具下架，避免咧意外再次嘅發生。我哋同心嘅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我哋下個禮拜繼續一齊守望神州，希望見到你哋，拜拜。